我无坐，我无去到。啊？我无坐，等你无开来。安怎？无开来，我行路啦。啊，就去坐啊。你无行到有钱。你若无要走，无要走。叫林瑞婷过来，叫林瑞婷过来，帮忙一下。我先换本子，我先换本子。不用加分了，分就分。那我你看我换衣服。哦，好，你换你换。你要吗？你帮我把我球衣放在我书包，我书包前面是。
来说。嗯？你来说。说什么？你不是说换人要讲？对啊。你讲啊。讲什么？你不是说换人要讲？对啊。你讲啊。你讲。是什么？你想换我的时候，你就跟我讲。OK。学姐今天下午赢2场。这场算吗？对啊。也算一场。这样怎么加分？不用加，不用干嘛加？这时候可以不用。那可以要啊。我也知道。回去的时候整理。理犯规，哪里犯规？应该是和你犯规。歪。他们应该都不会。看他们好像也没有在垫3分，另外天后的。手，你的手，刚录到了。好球！手啦！1-1。手了。不要这样，连不到你，你不能弄那边，你要往下。
录下面会往上。哦，哦，因为你不能吃妈妈，因为你这边会有声音的。听不唱。对啊。可能会有。喂。我来看个。进门前的。李欣啊，你的鞋带。没有。你的手才会录到。对。你帮我放回去吗？我放进去吧。像你捞我。靠近我，我这个。
点大。抽过来好不好？不要用。等一下啦，等一下。对那家。好。身体一直动到我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对不起，我身动到我会晃。
姐换你。20秒。我帮你简介。哎呀，再给你半局，半局。格林，这个，要吗？只要一接到球，就按这个。你要换我的时候换我。谢谢。
说这段可以删掉吗？一点点。谁这么敲啊？还有什么要说？要是就说没有，不懂。哦，被电烂了。丰田很强，你觉得丰田强吗？还行，开动就真的，真的，你怎么知道？这边是的，就没有犯规。没办法。我懂。长臂猴，这太蠢了吧？那文班亚马。这臂展也太细了。哦。翻到了。哎，已经是他碰的。刚刚有碰到。来来来，你要对那。不然就是要对某一队。哎，不然你就要对某一队，就是对着他们拍。好，对着他们拍。真的。不要抖了，兄弟。不要一直挤我啊！我要双手。没有，我拿手试试看。更抖，更抖。对他们。哎，看不到了。你要调高一点。好了，太多了。我是谁啦？可以到场上。下去。哎。看得到我。太高要讲。